人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，这条路上我们会经历无数的选择与挑战，每一个选择都构成了我们的经历，而每一次挑战则塑造了我们的成长。改变、成长、挑战、突破，这些词汇不仅仅是人生的关键词，更是我们追求精彩人生的步骤。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舒适带来的，而是一次次逼自己做不愿做、莫做过、不敢做的事情中得来的。当我们愿意为自己的目标奋斗，这份努力就成为了人生中最动人的篇章。改变是一个痛苦却必须接受的过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习惯停留在熟悉的环境中，因为那里让人感到安全。但这种安全感其实是一种无形的枷锁，限制了我们探索更多可能性的机会。只有当我们决定迈出改变的第一步，去尝试那些自己一开始并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我们才会发现，那些曾经抗拒的事物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。或许刚开始的时候会充满挣扎，但当我们坚持下来，慢慢的学会适应，最终便会体会到改变带来的惊喜和成长的力量。改变不是因为我们喜欢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，唯有改变才能带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。成长往往是经历未知和不确定性的过程。在我们尝试从未做过的事情时，内心总是伴随着一丝紧张和忐忑，但这正是成长的开始。成长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成功，而是我们能够从失败中学习，从困难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人生的每一次成长都来自于不断探索和积累，从一点一滴的努力中沉淀出更强大的自己。成长并不追求速度，而在于深度。我们不需要和他人比较，而是要与昨天的自己对话，问问自己是否比昨日更有勇气、更有智慧、更接近目标。挑战则是对我们能力与信念的检验。当我们面对一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事情时，挑战就在那里等着我们。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自我突破的机会，是发现自己潜能的时刻。或许在挑战的过程中，我们会感到疲惫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坚持下去。但当我们真正跨过那道坎，回头再看时，就会发现那些曾经觉得不可逾越的困难，实际上只是人生道路上必经的磨练。挑战让我们明白，生活的精彩并不来自于一帆风顺，而是来自于战胜困难后的那份成就感与满足。突破是我们打破内心束缚的时刻。当我们克服内心的恐惧与怀疑，敢于面对未知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便会变得更为强大。突破自己并不是简单的事情，因为这需要我们勇敢地站在舒适区之外，直面风险与压力。但正是因为突破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挑战性和意义。人生没有捷径可走，每一次突破的背后都是我们辛苦付出的结果。当我们一次次突破自己的界限，就会发现人生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广阔，我们的视野也不断被扩展。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并不是等我们喜欢了才去做，而是因为去做了，才慢慢的学会喜欢。这是一种转变，也是一种心态的调整。当我们愿意尝试那些原本觉得无趣或困难的事情时，我们的能力边界便会被不断拓展。那些曾经感到不可能的事物，也会因为我们的尝试而变得更加熟悉。很多时候，真正的成就感并不是来自于结果，而是来自于我们愿意付出努力的过程。这个过程让我们不断蜕变，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。在努力的过程中，辛苦是必然的，因为没有任何值得拥有的事情是轻易得来的。真正能使我们蜕变的，往往是那些不顺利的时刻，而这些时刻也是我们最需要坚持和奋斗的时候。我们要接受生活中没有捷径的事实，学会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困难，因为这些挑战终将成为我们成长的基石。人生没有如果，只有努力与结果。不想认命，就需要用努力去改变现状；不想让贫困伴随一生，就需要承担一阵子的辛苦。这是人生的法则，也是我们为梦想奋斗的必经之路。挥别过去是一种智慧，拥抱未来是一种勇气，而珍惜当下则是人生最重要的修行。过去的事情无法改变，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；未来的事情无法确定，但我们可以为之做好准备。只有活在当下，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充实。当我们学会珍惜眼前的一切，便会发现那些微小的努力正在一点一点改变着我们的人生。努力的积累或许不会立竿见影，但它们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悄然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人生的精彩从来不是被动等来的，而是我们主动去创造的。每个人都有能力塑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，而这需要我们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。我们不需要与他人比较，只需要问自己，今天是否比昨天更进一步。改变是一个开始，成长是一个过程，挑战是一种检验，突破则是一种蜕变。当我们一次次突破自我，便会发现人生的格局也随之扩展。我们会更加明白，努力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结果，而在于过程中我们所收获的成长与自信。努力是一种选择，也是我们对人生的一种态度。无论我们的起点如何，努力的方向都能够让我们逐渐靠近目标。这是一种无声的力量，是推动我们不断前行的源泉。或许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辛苦而感到疲惫，会因为挫折而感到迷茫，但这些都是人生的一部分。正因为有了这些波折，我们的人生才变得丰富而有层次。每一次努力都在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不放弃，就一定能够看到希望的曙光。当我们站在未来的某个时刻，回首过往，会为那些曾经努力的日子感到骄傲。我们会发现，那些我们不愿做的事，终究改变了我们的态度；那些我们没做过的事，终究让我们成长；那些我们做不到的事，终究被我们的坚持所征服。而那些我们不敢做的事，终究成为了我们人生的突破口。这些努力的瞬间汇聚成我们人生中最美的篇章，让我们明白，不断努力才是精彩人生的真正定义。